有心拍照就会位，无心做事就半路废。骨力做就会出头天，您讲是毋是咧？人讲360项是项项出状元，伫新德县就一位农民家己研究出一套减水保产的技术，今年也得到全国10大模范农民的肯定。老郑由2013年回来家乡新德县，兄弟做伙继承时代种田的家业，发现最近几啊冬气候各样，直直欠水对农业造成真大影响。伊决定改变过去种水丢的模式，配合天气的温度甲湿度，减少灌溉需要用水量，让稻田毛通顺利收成。它不需要插秧整地，前面浪费太多的水。它的一些关键的点是，你能掌握光温水这个条件。如果您能掌握这个光温水的条件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满足它发芽的条件，就可以正常的生长。田内底，阁通看到太阳能板供应相关的检测设备用电，而且收集这的温度、湿度数据，提供下来调整耕作的方式参考。老一辈的农民都是给我一个讯息，就是农民力。那我就觉得，我们总需要一些数据传承。那这些数据最重要的是要数据化、数字化。那我就想说，收集这些资讯，就将来可以是预警说，我什么时间点，一整年的时间点各方面怎么去调控我的种植时间，还有我怎么预防病害，然后等等的，就是管理可以更精准。伊的用心，嘛会得到今年全国10大模范农民。未来伊嘛按算推广伊的经验，提升台湾农业的竞争力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